大家好，我是季晨，在《拐个皇帝回现代》里饰演孝文帝李欢。1月30日下午1点到2点，我会在乐视网《拐个皇帝回现代》跟你一起来弹幕，不见不散哦。大家好，我是袁中芳。1月30号下午1点到2点，我在乐视《拐个皇帝回现代》跟你一起来弹幕，记得要来哦。小峰，我要是不相信你说的话，我一定以为他们是精神病呢。叶家，我也是没有办法才这样做的。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千年僵尸吗？不行，不能让这些僵尸在家里面。我们还是赶快报警吧。报警？啊！报警说什么呀？说你们家关着7个1000年以前的暴君，谁信呢？这怎么办？那也不能让他们住家里啊，这样多让人害怕呀。其实也没什么可怕的。你看李欢，他也是皇帝，他可怕吗？可怕，他们多可怕！我不管，反正不能让他们待在家里面。你赶紧想办法把他们弄走。哎呀，叶先生，要说我的见识也不小，但是我还真没见过这种花儿。这种花是由古印度引进来的极品花种，非常罕见和珍贵。我查过古籍，上面记载说，引进这花的人是宋唐王朝的国师。哎，你说这世界上有多少地方还有这种花呀？据我所知啊，这花已经绝种。在永寿寺，居然可以看到这种花的栽种，我太意外了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听说前几天这里发生了地震，不过震级很小，也许这个禅房年代久了，塌陷了吧？哎，下去看看啊。想不到寺庙底下还有这么一条密道。是啊，这奇奇怪怪的，像个迷宫一样。也不知道这密道能通到哪儿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像是有人在这里打斗过。高伟，刘子业，这些不是北魏时期的小皇帝吗？难道我们要找的东西就是这7个小皇帝？那天的事儿没吓着你吧？哦，没事儿。不好意思啊，李欢，那天我……没关系，你没事就好。峰峰那个蠢女人，净帮倒忙，而且还把自己整得那么狼狈。哼。李欢，
谢谢你。芬妮啊，啊，其实你也没有必要对自己太残忍了。有空的时候呢，可以多出去走走玩玩。是啊，我是该出去走走。以前我总以为多接戏，努力演戏，日子就会过得好。但后来发现，你想走得越远，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。付出的代价大，心也就越小。但是也没办法，这怪不得别人，这是我自己选择的。没事的。其实，在这个圈子里面，别人都以为我过的是多么光鲜亮丽的生活，但事实上，没有人知道这背后的辛酸。我总以为，如果我有一天到了那样的一个高度，世人就会放过我。但现在看来，我想的太简单了。妙芝，别怕。什么？芬妮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你把我当成神经病了是吧？我记得，我当然记得。我记得你一直叫我皇后，然后还说我是你的皇后。怎么了？你想听一下这个故事吗？你讲的不一定是什么故事吧？没事，你说吧，我洗耳恭听。在1000多年前，什么？真的假的？太不可思议了。那如果这么说的话，我们就是不能逃脱命运，紧紧地被拴在一起了。芬妮，你要记着，你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孤单，在这个世界上有我、三弟，还有冯冯。我知道，谢谢。快起来！你拿的什么东西啊？啊！哇！你还真是个大善人啊，还给他们带吃的。他们都饿了1000多年了，再不吃他们会饿死的。他们几个暴君，饿死算便宜他们了，就该五马分尸。哎，你以前老说我是个千年僵尸，你为什么不怕我呀？你跟他们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不一样就是不一样，哪儿那么多问题啊？你就真没怕过我呀？我怕你干嘛？这是我的地盘。好失望。哎，对了，叶家知道他们几个关在这儿了。啊？他怎么说？让我赶快把他们弄走。哎，你怎么能让他知道呢？这里的隔音这么好，他们还能把墙敲得那么响，要使多大劲儿啊！你要是饿了1000年，你也会跳墙的。我看过一个科学研究报告，像他们这种情况啊，很有可能是进入了另外的一个空间。哦，那里的时间凝固，人处于真空的状态，人不会老去，也不会死，不吃东西都不会被饿死的。这么神奇啊！都退后！你是妲己，朕要杀了你！你刚才说谁是妲己啊？你是妲己。听到没？人家夸我漂亮呢。妲己是最坏的女人，吃人还不吐骨头。你乱说什么呢？妲己是个狐狸精，我是她祖宗。看你们这几个脏样，走，跟我出去，跟上。
你先去那边。为什么呀？快点，快点，听话。你们几个给我听好了，一会儿无论我做什么，都不许跑，听见没有？衣服通通给我脱了。衣服通通给我脱了！看我怎么收拾你们！别动！就穿一件别的好看，你的好看。这什么摸起来好什么材质啊？跟它不一样，袖子短。这是什么？你的好看，这个好看。哎，你看我这个。奇怪，姐姐，我这裤子是破的。你的不错，你看我这个。都给朕闭嘴！太难看了。你这是什么？从今以后，你们要服从女王的命令，谁若违令，立即杀无赦。遵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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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遵命。刘玉，把东西分给大家。遵命。这狗牌挺适合你的。你刚才也挂了。什么呀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是什么呀？那那你一直挂着吧。什么抢？那还要你说？给我抢我的。那这个我还有什么呀？硬的，这么软。别抢，别抢，都有份儿。这个是面包，吃的。吃的？这是什么？咬不下来啊！咬不动。你真是笨死了！当皇帝都那么笨吗？怎么吃啊？这我就说了嘛，这是一包脑残。啊！你以为什么人都像我这么聪明啊？哎，10分，香甜，这好好吃啊！啊！别抢！要，别跟我抢！来，接着分一下。你干嘛？那好吃。他们已经饿了1000年了。这么好吃的东西。李欢，这几个人总不能一直关在这里吧？那这几个脑残能干什么呀？一个个不学无术，浮生和慕容熙连个大字都不认识，你说他能做什么呀？啊，也是。要真把他们交出去，说他们是穿越过来的古人，那不把他们当成神经病，也得当成是疯子。唉，我刚来这个时代的时候，不也这样吗？你说你都把我调教的这么完美，你还怕什么呀？他们怎么跟你比啊？那可真是天差地别。啊，就怕他们几个是朽木不可雕也。你夸人的方式真是太高级了，我好高兴啊！给个桃花你就怒放，小公狗段正淳，花心大萝卜千年僵尸。我就喜欢你这么叫我。再叫2遍，快，再叫2遍，再叫2遍。有多变态啊！说正经事儿，拿他们到底怎么办？没想出办法之前，还是先把他们放在里边关着吧，给他们，历史书，然后看看到底是什么年代。要不就这么贸然出去，不是他们害死别人，就是别人把他们打死了。
要不然给他们找个工作吧。什么工作？让他们去坐台啊！天哪，你这个女人，你的想法也太变态了吧？你是不是就喜欢看帝王坐台啊？有这种癖好啊？对啊，历代君王不都是3宫6院的吗？你们当个皇帝的，不就是喜欢跟不同的女人叉叉圈圈吗？正是当鸭子的上人选啊！我只喜欢跟你叉叉哦哦。你想啊，要是把559个帝王都集中在同一家鸭店，让女人来轮流的翻牌子，那得是一件多爽的事儿啊！你脑子里太变态了。像什么萧兆业、刘子业这样的人，本来就荒淫的很，当鸭子又能赚钱，那不最适合他们了吗？不过，听你这么一说，也有道理。在那，他们要是不听管教，还有人来调教他们，我们就不用提心吊胆了呀。没错，那儿的保安可不是吃素的。如果他们再想逞凶啊，自然会有人调教他们。他们凶，还有比他们更凶的。啊！穿衬衫，给你们的书看得怎么样了？哦，看好了，看好了。不错。姐姐，我们关在这儿已经很久了，你给我们的书我们早就看完了，我们早已经不是皇帝了。我们都是普通人，我们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。好，那你们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吗？我知道，现代。我知道，现在是21世纪王朝，皇帝不对，是国家主席。哦，对对对，国家主席。那末代的最后一个皇帝是谁呢？姐姐，我知道，末代皇帝是溥仪。溥仪过了之后呢是孙中山，再过了之后呢，应该就再也没有皇帝了。勉强及格。姐，别睡了，起来。姐姐啊，那个我们关在这里都已经很久了，你能不能带俺们出去逛逛啊？哇，萧兆业，你这眼睛的电力好高啊！你要是出去了，估计全世界的女人都要疯了。我们都想去。哎，你们几个，跟我出来，快点！行，出去，快！姐姐，我觉得我们这身衣服也不错。当然了，我买的当然不错了。你们都学会煮饭了吗？学会了，我学会了煮方便面。其他人呢？我学会了做稀饭。高伟，你有没有学会做饭啊？哎，姐，那个高伟，他把饭给煮糊了。你煮糊了？我昨晚没吃饭。一日不劳，一日不食。你饭没做好，自然没得吃，啊。不过总的来说，大家表现都不错。姐姐，那个我们在外面要用化名吗？化名？为什么要用化名啊？要是用真名的话，怕暴露我们的皇帝身份啊。对啊。拜托，你以为你们是汉什么帝？汉武帝、隋炀帝啊，那么大名鼎鼎。
你们除了残暴以外，什么都没有留下。要是说出你们的那些暴行，还能有人知道；要是说出你们的名字，真的没几个人知道。你们都当自己是刘德华呀？刘德华？刘德华是我们之后哪个皇帝啊？对啊，奇怪的名讳啊！你解释给他们听听。电影就是说啊。表现好了，我告诉你们啊，上车。来。哦。哟，挺高。现在由刘姐给你们讲讲规矩，大家鼓掌。记住啊，客人就是我们的皇帝啊！无论提什么样的要求，你们都要满足。听明白了吗？啊？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太好了，我们既可以随意的和女人玩乐，又可以赚取银子。这个社会真是太奇妙了，竟然有这种天大的好事啊！任务完成，撤。好好干啊！看到了没有啊？加油！加油啊！好，今天的会啊就开到这儿啊，干活来，欢迎。你跟芬妮真的结束了？他为了你连事业都放弃了。本以为你是个有担当的男人，现在看来不过如此。确定在了肩上，用痴心等待和你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。